香港嘅青年咧去到大灣區嘅創業咧，係可以實踐佢哋夢想嘅一個地方啦。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國家咧都好大力咧去支持同埋輔助嘅政策咧，俾到我哋啲港青咧去到大灣區創業嘅。咁其實咧對於我哋香港嘅青年嚟講咧，亦都係有具呢個吸引力嘅。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，特別咧都體會到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咧對我哋即係港澳嘅青年創業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視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啲咧基地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嚟講咧係都好關顧，而且佢哋咧其實都會不斷去總結一啲嘅經驗啦，完善佢哋嘅啲安排，亦都有針對性咧去幫助我哋嘅香港青年㗎。咁所以咧今份嘅報告咧，其實喺政策方面啦，尤其是喺資源對接啦、孵化能力啦同埋可持續性方面咧，我哋都係提出10項嘅切實嘅建議嘅。希望咧係令到兩地嘅政府咧都能夠係繼續去優化佢哋嘅政策啦，係進一步去幫助我哋嘅香港青年喺資金市場資訊方面，可以係幫助佢哋突破更多嘅困難啦，讓到我哋嘅灣區係真係係成為我哋港青嘅創業嘅一個理想嘅夢工場。